今年日本东京的创新天才发明展，咱台湾隆重摕到29块金牌、23块银牌，也阁有6个特别奖，总成绩排伫咧世界第一。大开关将本色等于特殊通过设计的本色糖了后，就会当将本色往下面集中。把持中正高中学生所发明的压缩本色糖，伫今年日本东京创新天才国际发明展得到1名金牌，一个青少年特别奖。在厕所常常会有卫生纸满出来掉到旁边地上不卫生的状况，固定装置的话会占据垃圾桶原本的空间，所以就把它改成伸缩式的设计。又可以压缩垃圾，又可以不需要改变你原本使用的方式，就是在垃圾桶的桶盖上面加装一个我们的压缩装置。特殊设计本色卡袂落出来，也可以当容纳2倍量。作品毋但是得奖，也出自台湾新型专利。同款得到1金一个特别奖的团队，也个新北工人中学国中部学生，因利用立马轴来控制自然车安全帽的方向甲减速定号。Blinking the left lights activate the left turn signal and emit one hertz sound. Blinking both sides simultaneously activate the deceleration red light with both buzzer emitting 2 hertz sound. 无啊，我金目睭皮所在设有红外线监测机器，伊立马控制定调，后就会个优化立马速度量测，调整控制敏感度。中华创新发明学会指出，今年竞赛有12个120多件作品，其中台湾代表团有63件作品，得到29金、23银，6个特别奖，总成绩排名世界第一。毋望未来有更较侪优秀发明，创造商品化甲更较侪的可能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